1914年，美國將每年嘅5月第2個星期日定為母親節，以感謝母親對家庭同埋社會嘅奉獻。如今，母親節已經成為大家表達愛與感恩嘅重要時刻。今日，華仔將同大家一齊走進由康寶萊主辦嘅慈善演唱會，用歌聲向天下媽媽送上真摯嘅祝福。5月11日母親節下午2點，由全球領先嘅營養健康品牌康寶萊公司主辦嘅紐約群星慈善音樂會，喺曼哈頓唐人街孫逸仙中學大禮堂溫情上演，現場氣氛溫馨感人，洋溢住濃濃節日同愛心氣氛。喺活動上，康寶萊總裁謝美美分享咗佢嘅人生故事，佢感激媽媽用無私嘅愛同堅持，照亮咗佢成長嘅道路。謝美美坦言，媽媽雖然冇受過高等教育，但媽媽用行動教識佢真正嘅愛就係不離不棄，無條件支持。長大之後，謝美美喺康寶萊揾到咗人生方向，亦將母愛延續成為一份使命，將營養、健康同希望帶俾更多家庭。佢曾經因為肥胖而失去自信，正係康寶萊幫佢重獲健康。謝美美總裁喺致辭中特別感謝紐約州眾議員鄭永佳喺百忙之中專程由布碌倫趕嚟參加活動，並親自為演出嘉賓同榮耀媽媽頒獎。當日，華埠市議員馬太亦親臨現場，為演出嘉賓同康寶萊團隊頒獎，仲喺舞台上聯同謝美美總裁一齊示範點樣沖製康寶萊奶昔，為現場觀眾帶嚟滿滿正能量同活力。今日呢場母親節慈善演唱會係由全球領先嘅營養健康企業康寶萊全力贊助，由謝美美總裁聯同卓文導演精心策劃。喺卓文導演嘅帶領下，多位歌手傾情演出，與在場媽媽們熱烈互動，歌聲與小聲此起彼落，場面溫馨。謝美美總裁表示，呢場充滿愛與正能量嘅演唱會係對社區媽媽們深情表達，亦希望藉住音樂拉近親子關係，將愛嘅力量傳遞到每一個家庭，為母親節增添滿滿溫暖同感動。喺欣賞精彩演唱會之前，我哋先簡單介紹一下今次活動嘅主辦單位。康寶萊係一間擁有46年歷史，業務遍佈全球90多個國家同地區，一直致力推廣健康、美麗與自信嘅生活理念。作為營養健康行業嘅先驅，康寶萊鼓勵積極、健康嘅生活方式，更以實際行動回饋社會，積極參與華人健康日、慈善捐款、社區遊行同花車活動，為推動社區健康發展出一分力。目前，康寶萊喺唐人街同法拉盛都設有辦公室，展望未來2年，將加快擴展步伐，喺紐約5大區長島、史丹頓島以至全美50州，甚至全球範圍內持續拓展業務，將健康與希望帶俾更多人。在我心頭像永遠沒變改，是我你決心不再陪我嗎？深宵在勾起我當舊情復甦。兩個極地不定期連日壓力架，深宵的晚光不准追他。為什麼去追求？每天一生追求，你教係我。過嚟影張相好唔好啊？哇，好靚啊！我一齊 One, 2, 3 Happy Birthday！
今次演唱會順利圓滿舉行，有賴各位藝人同老師嘅無私演出，義工們默默付出，仲有社區領袖同贊助單位嘅鼎力支持，大家嘅齊心協力，先成就呢場充滿愛與感動嘅盛會。一首首溫馨動聽、充滿正能量嘅歌曲，與現場媽媽們親切互動，笑聲、掌聲、歌聲此起彼落，氣氛溫馨又感人。全體歌手合唱《真的愛你》，為整場活動畫上感人嘅句號。再次祝大家母親節快樂！謝美美總裁表示，今次母親節慈善演唱會嘅初心，就係希望透過音樂向天下媽媽傳遞感恩之情，同時鼓勵親子互動，提升社區凝聚力。未來康寶萊將繼續攜手社區，舉辦更多有意義嘅活動，將健康、愛與正能量傳承落去。